所有莲友们啊，我们的常住法师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很高兴啊，非常开心，来接着为各位介绍这个偶益大师。啊，偶益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，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，他讲的话，哎呦，太奥妙了，各位，哦，太透彻。 很透彻，把净土法门的那个内容呢讲得很精辟，非常精辟，所以让我们很感动、很敬佩。偶益大师讲这段话，我们慢慢来稍微探讨，我们来探讨，互相来做一个分享。一切罪中以罪为罪。说他讲了所有的罪了，不管你什么罪。 各位，你犯了有时候欺骗啦、杀业啦，各位对不对？哦，可能你蒙骗别人啦，哦，霸占别人啦，或者你不择手段来伤害别人啦，各位，你可能有很多的罪，有时候不孝父母啦，做人不仁不义啊，讲话不守信用啊，各位打妄语啊，这些都是罪，各位对不对？ 都是罪，我们罪是无量无边的多，但是一切的罪里头当中，以罪为罪，怀疑的罪是最厉害的，而且是最严重的，罪就是最严重的，疑罪就怀疑的心，你看。 阿弥陀佛告诉你，你念佛，我一定救度你。释迦牟尼，我告诉你，西方一定有极乐世界。我们死了以后，一定还有下一辈子，有因果循环。老早告诉你，你就是不信、怀疑，哪里有天堂，哪里有地狱，哪里有西方，哪里念佛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啊？你怀疑，你不相信，不愿意接受，那么就是怀疑。你这个怀疑的罪是最厉害的了，最严重的了。各位知道吗？ 最严重的，所以这个疑的罪是最厉害、最严重哦。一切功德信为其首，一切功德，不管你做什么功德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你可能救济啊，大行布施啦，你这个修这个万善万行啊，很多好事帮助众生，对，很多功德，这些功德都是对的，都是应该要做的。 我们要好好去推动一切功，这都有功德。因功德当中，这个功德的里面呢，信为其首。你相信佛讲的话，我接受，我不怀疑，这个是为其首，是为第一的，首就第一嘛。所以你相信就是才是叫做第一。尤其是净土法门哦，净土法门、念佛法门，这个信就是为根本，信是根本，信就是第一的，它的功德是第一。 深信发愿，深深的相信，信什么？什么叫做深信？信我们自己没有力量，众生是一个软弱无力，我们贪嗔痴习性很重，啊，我们的我执、法执都是非常严重的、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苦海众生，所以我们要深信我们自己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想要解脱吗？ 把所有的这些罪业都要清除，所有的妄想、杂念，所有的贪求的那种心念，全部都要去除，全部改变，全部去转换掉。各位，你没有办法做到，所以你要深深的相信，你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凡夫众生。我们是一个这么一个人，所以靠我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去成就，没有办法去解脱。第二，我要深信阿弥陀佛大慈大悲。 他不要求，没有任何附带的其他要求，只有你念佛，我就救你。这个我做得到。我虽然是一个罪恶的凡夫，我内心当中污垢啊、肮脏啊，非常的污秽，很肮脏的人，但是我只要相信，我一念佛，佛要救度我，这个我不怀疑，我相信。所以你深深的相信这2点，发愿，只要我念佛，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。 我要到西方去成佛，成佛完了，我回来成愿再来广度十方众生。好，你深信又能发愿，就是无上菩提呀，这是至高无上的，利益自己又能度化众生的。上求各位，你看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个才是菩提吧？各位对不对呀？菩提就是你有没有菩提心？
这个人菩提心就是要去发愿成佛的心，成佛了之后要来度化众生，这叫做菩提。那么我们这个，如果你有深信有发愿，你到了西方一定成佛，达成你的愿望，又能你成佛了，已经可以广度一切众生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有这个本事，对不对啊？你有这个本事，所以你就能度化众生，这就是无上菩提，至高无上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发菩提心了，要成佛度众生的心，没有比这个更大。那么更高是什么呢？就深信发愿，深深相信你自己软弱无力，深信阿弥陀佛绝对要救度你。我就念佛，我就有希望，所以我要发愿。是你如果具备这两个条件，就是无上菩提。何持信愿？如果你符合了这个深信，符合了这个发愿。相信发愿，这个敌为就切实就是为净土的指南。指南呢，我们都指南针呢，就是指导这个方向的一个圆盘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方向的圆盘，这个就是我们净土中真正指导你的方向，就是你要深信，你要发愿，这才是我们正确的方向啦，正确的方向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一段话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！只要你是念佛的人，我们一心要念佛，就是要靠佛，我要依靠这个佛靠了一定要靠倒哦，不是靠了一半哦。你要不要靠？靠了就靠佛，佛要救我，但是我得要靠我自己才行啊。好了，靠他又要靠自己，好了，这样的脚踏两条船，你看这样，等到那个船一开，噔，两只船就分开了，你就怎么样？一定坠落在大海里面了。所以各位，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坚定的信念不要摇摆不定，不要摇摆。我就信，我一定坐上这个法船了以后，我就直接投靠了，我靠倒了。靠倒阿弥陀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因为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嘛，只有我信他，我愿意念他，他就救度我，我就有希望了，我就有将来，我就可以成就解脱了，就不要再六道轮回。你看多么重要！所以我们信一定要信到了骨髓里面，信到我们的心坎里面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信到你的灵魂的神识里面，然后一定要这样信，这样子如果大家建立这种信心，个个都成就。我们要用这段话来给各位大家互相勉励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